客家电视剧新界单元剧《群凤剧》，初本到宜兰人台东乡嘅牛栏村内开机咯。因为两条故事嘅背景系新竹北部公鸡茶风嘅故事，所以都剧都嘅人人全部都系讲了解会流强哦。客家特别嘅系了解。表演了解茶风跳架共送吹了解国世界，就系国内都有名嘅自信冉冉钟清宫。今年也系第一摆参加客家电视戏剧嘅演出，喊做列出戏剧嘅几种人咯。在戏剧之中，就会表现出某些不用嘅痛苦，同时这还会分享自家，都系希望透过咧戏剧之中所拄到嘅家庭谱系，来引起观众嘅共鸣。劇組團隊同演員劇定向一條撲氣順序，入住等人劇群鳳水一到熱血演員，尤其主角公雞茶行嘅調價係得到200金鐘獎最佳男主角嘅資深演員，總成功嚟演出，也係以頭一擺嚟做客台嘅戲劇，喊做製作人，故作特別好嘅客化神化用意，唔但唱我點做戲嘅功夫，沒有此等挑戰自家。我發現真的學一個語言不是像我想象這麼簡單，中間一度。曾經想打退堂鼓，但是自己站在是一個製作人的立場，我不能退啊，所以就咬緊牙根啊，希望我能夠把這個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。劇組演員無限定補擺主要嘅重建公雞茶行，何順次來協，也最希講嘅係新竹北埔公雞茶行以往人嘅故事。調價公總菜係由台南民族意嘅外省人，調價肉係傳統客家歡迎家。同老公聽發展事業有為成就，沙土茶貨高神呢，不肯而咩發現其上嘅事實。本但可以到一種意彌漫嘅家庭，以下係破碎嘅，未發生嘅一道家庭問題。我們是希望借由爸爸跟女兒的這個角色，看到媽媽離開的這件事情，回頭去想想我們愛人的方式是不是給了別人壓力，或者是有因為這樣子的愛的方式，彼此之間的情感上是不是造成了除了愛以外，還有其他的衝突。也最起碼客家電視台特別出主要反映係講開到嘅單元劇，透過戲劇當中傳統家庭保有用嘅嘢男女角色，客家相關產生嘅問題，希望引起共鳴，無助嘅觀眾看啦，也會開始想到自家同自家嘅家庭。客家新聞彭志龍12宜蘭報道。